有單，西九8樓啊！今次遠啦，去太子道嗰邊啊！我睇嚟都要搭車㗎啦，又上8樓攞嘢先，跟住落嚟揾架車去太子。呢鋪45蚊，扣埋車錢都有40幾。好，攞咗，落返嚟巴士站，睇下有冇車啱啦。有就坐車啦，都好遠下啦，過晒詩歌舞嗰邊啦，唔知遲唔遲啦。坐車，實質上7蚊呢架車，減翻即係收38度。落車，去到太子啊！今日呢邊少嚟啲啦，有單車就好，冇啊難搞啊呢邊。最尾就搭翻車翻嚟，來回去咗14蚊車錢啊，所以搭車都冇乜着數啊。